第38場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東區地委會康灣分會杯男子公開組第2場 B 組現在正式開始。隔岸1號龍頂得住體育會，2號魚腩龍舟俱樂部，3號中山信條所業金蓮龍舟隊，4號李長和龍舟隊。暫時領先嘅係魚腩龍舟，其次係第2位左右嘅中山信條同埋呢一個李長和。魚腩亦都準備衝線啦，剛剛完成咗呢一段賽事啦。稍為落後嘅呢係1號嘅頂得住，仲有10米，好碰線啦。剛剛完成嘅係男子公開組複賽，今日嘅第38場2場 B 組賽事。